一般建筑家家系用父母奶去的，乡亲讲的牛屎也是在做建材哦。云林仑背嘅仑前社区最近用牛屎攞父母奶，可以一处公园，唔单止具有创意，也顾到环保。韩国重要嘅係，一处公园也實踐嘅社區倡議，健康共事嘅精神，因為係用嚟做嘅呢，向下嚟看下先。 家嘅父母奶在搞搞啊，要見主公當土開社區公園，看下啲家人父母奶材料係乜嘅喏，也係牛屎。我阮哋攏是寶吼，本來係用紙漿落去做嘅啦吼，啊紙漿切唔拉，啊將土塊上工，他無用牛屎啊，無種啊牛屎你嘛按到打起來，佫上千啊佫好用啦。 雲林縣政府對民國98年起時推出社區兩年化比賽，製作 PK 擂台賽想法，提供經費補助來鼓勵社區對提出需求、計劃設計執行到市民嘅維護，做自家來完成。輪背向輪前社區嘅龍獅堡拿到嘅去年金獎，未做嘅提名，故所用20萬元嘅補助金來做社區公園。不過聽20萬元就想要開公園，實在冇按改。 加到去龍獅堡時節，本來係用紙打做紙漿來做材料，做到一半材料就用脫咧，要賣1公噸要2萬人元。加就上到路頭擺，買個做卡模嘅時代，民眾會拿牛屎來燒火也係幸福嘅。輪背吼，都經驗跳多啊，咁我嚟牛屎吼都做嘢麼？做係啲自然嘛，唔係攞牛屎做，做咪是這樣咧吼，這個真係這個本個牛屎吼，整到。 來做，我結果感覺講咧牛屎吼，就比較集中好用。台灣嘅農農產業當中，雲林縣許嘅奶牛數量足有幾萬頭。對全國嘅生產數據來看，大概7間飼奶，只有1間係雲林來嘅。其中輪背係慶祝發展，數量咩千多嘅。同輪前社區只有幾廿間嘅老農夫，佢談到社區想用牛屎做材料，唔是錢，還愛幾多就分幾多。 牛吼識做嘛，佢得識拄啲消化咧嘛，有時來拄啊好，拄那種油土纖維拄啊好，我講哇，結果吼，啲輪背都牛屎跳到，唔順面，佢做環保，我感覺自從咧發現咧牛屎吼，袂使做加啲自種款款嘅材料時，我係真煩惱。 知道那個是什麼做的嗎？牛糞、牛屎。牛屎父母奶唔但搶唔會出，佢還吃到有臭腸味。林業順用也萬九60米嘅牛屎父母奶，做出各種無窮樣造型，主題係野草彩雲霧。那是像講咧，天丼吼一碗吼都真正。 像吼真正像，咱就所以像吼，甲天丼的碗吼，甲攞一類攞做，所以做嚟個涼天嘛，我咪用嚟個碗會顯，咧迄個球吼，咱芭蕾舞者吼，尖尖。蹄條，土豆，這2顆是土豆，對，可以吃的土豆，對。 當然，公園地度唔但搶個彩雲霧，一啲材料用嘅燈呢，就係由彩體演繹嘅特色，像係洋香瓜老飯頭。恁本恁下嘅特色，我是種啲洋香瓜，我洋香瓜袂使講我台灣我種真態，所以我是講用洋香瓜嚟造型，來做呢個電影啊，嗰個我係從我哋吼。 西天啦，蹄條我做真多，所以我就教你個，我說蹄條嘅顯。透過社區 PK 比賽，輪前社區牽圈嘅社區民眾嘅心，一度志工主動參加，很願意來做。在大馬路旁邊有個好處，有了志工有沒有？他就後來剛開始就結合來看，但是我們志工就有的是退休的，他們以前都有他都臥虎藏龍啊。 有的會水泥啊，甚至會電焊啊，他那個什麼木工都會啊，他們看到就很有趣，說他就一天來做點，以後
变成天天来做。咱伊着志工吼，土改拢有成就感啦吼，拢成就感拢出来吼，拢有大家拢感土改拢感觉哦，安那做哪欢喜啊，做到做起来提一名啊，吼，拢是报提名啊。滴水生河，两米生路。皮亚草牛市公园的歌场，早得讲系沙溪总统园的素养。林义顺特别用铁骨白铁的拼叠艺术方法，让工作人员的相片印上去，记录下歌场有几辛苦诶。我做了吼，内容是讲吼，我自工在做吼，都双讲吼，真辛苦。啊，入了掠的时候吼，你看是用掠拍甲木的风帆吼，加几在做吼，一个照片吼，啊甲洗了落去安吼，啊所以几自工落来养是讲，哇，啊咧，我到底有得了无吼？沙溪营造轻重要意义，做沙溪民众自动自发去做沙溪义工，形成沙溪的共识。论前沙溪也还动用心做到来。咧做掠的时候吼，唔免讲咱政府咧包公司吼，啊包叫钱嘛叫8万，吼啊做歹吼，拢无好落查，冇个感情。啊做掠看往沙溪的真心去做吼，挑太给大钱去做，虽然钱真少。但是呢，土改咧做义工，啊，了做歹，土改拢袂使参加义建，啊，他家拢用优秀落去做，做来做出来，都是发生那个感情嘛。沙溪经费唔多，乡下做事留下来共同记忆沙动多。论前沙溪4少少的钱，做出生态效果，也做牛市公园。乾坤的一代人的沙溪共识，要希望记录下来的故事，就像公园门口，以前利用飞奶做研发用的永久唔会车停。